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这个武汉肺炎我们美国现在这边的情况。娃娃 TV， 我人现在呢是在加州矽谷这边一个叫做 Santa Clara County 的地方。我们这个 county 呢是全加州确诊人数最多的，可以说是加州的重灾区了啦。我们现在这边的学校呢已经全面停课或改线上上课了，而上班族呢也几乎都改在家上班或停班了。那我们整个北加州这边，矽谷包括旧金山也都已经在这个礼拜二开始封城了。政府也宣布，除了贩卖民生用品之外的店，其他所有地方全部关闭，也要求所有的居民除了购买民生必需品之外，全部都要待在家里。那这次美国的疫情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呢？2月中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已经有出现几例了。那个时候政府没有怎么控管，所以造成了社区感染。到2月底3月初的时候，整个大爆发。现在几乎每天10例20例的在确诊，到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每天都在持续上升中，还没有确诊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你知道美国最恐怖的是他们都不戴口罩，就连现在都已经这么严重了。在封城前的那一天，一堆人去超市买东西囤货。我一个也去超市的朋友跟我说，还是很少人在戴口罩。我家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家医科的，他前几天还在说他们医院叫他们都不要戴口罩，除非来看病的呢是患有感冒或者是有什么传染病的才有需要戴。在台湾，只要是在医院工作，几乎人人都戴口罩。在美国，居然连医生这么容易感染的职业都不让他们戴口罩，我真的不懂欸。然后连美国 CDC 也就是疾病管制局，他都告诉民众不建议健康的人戴口罩。我知道他们的初衷应该是觉得口罩这个东西是消耗品，而且数量有限，应该要留给生病的人或者是医疗人员。他们的想法是没有错啦，不过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健康的人？就算我是健康的人好了，我怎么知道我周围没戴口罩的人都是健康的呢？大家知道2月21号的时候，在旧金山有一艘至尊公主号靠岸，船上有2500多名乘客，没有做任何检查就让他们下船回家了。其中有一名乘客呢，在回家4天后死亡，他们才知道原来那艘船也有感染者。那现在好啦，那些人现在全部都在整个加州爬照，特别是北加州，而且有些还已经坐飞机飞去别的地方了，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然后就在生活中1传10，10传100的。我想我们这边会这么严重，有一半的原因应该就是那艘船了。所以我要怎么知道我周围的人有没有被感染呢？我知道文化不同啦，美国从以前开始呢就没有在戴口罩的习惯，他们真的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现在外面看到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华人，可能华人比较爱惜生命吧。其实华人从1月中中国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在戴了。然后居然有白人朋友看到我们在戴口罩，还嘲笑我们说：“我觉得你们戴口罩是很愚蠢的。”然后美国很多地方都有传出华人因为戴口罩被打的案件。现在是怎样？美国人自己没有防疫观念，我们华人自己戴口罩保护自己还不行吗？我是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还是根本就没有口罩可以戴。因为现在美国呢，口罩很难买，可以说根本就是买不到了。我1月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口罩起来放着，以防万一。结果我去了好多超市、药局，甚至是网络上都买不到。原因就是因为1月中中国大爆发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就开始到处搜刮口罩寄回中国，所以造成了现在大家都买不到口罩了。还好我家还有一点口罩，是2年多前呢，我住在 Berkeley 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呢，是因为 Berkeley 附近的城市有大火，烧了好几天，然后那个风呢，把烟都吹到 Berkeley 这边来了，造成我们那边烟雾弥漫，空污的很严重，大家都在戴口罩。我那个时候也是跑了好多地方要买口罩，结果也都是没有，所以我就上网订了这2款口罩。送来的时候呢，差不多都烧完了，所以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用到。那这个呢是 N95 口罩，应该是防尘的啦，所以这次应该用不到。而这个呢应该是外科口罩，我也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买了，不过还好我买了，现在才有得用。那美国人除了不戴口罩之外呢，他们还觉得这个病毒没什么不严重，整个就是完全相信 WHO 跟政府的鬼话。大家看那个 NBA 球员就知道啦，没事记者会在那边摸来摸去结果确诊了吧，害了 NBA 整个无限期停赛。那美国人到底有多不重视这个病毒呢？我在差不多2月中的时候呢，就问我朋友说，现在武汉肺炎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会怕吗？结果他们都说不会啊，现在外面也很多不同的病毒啊，这不就跟流感一样吗？我就在心里想，哇，你们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而且这个目前无药可医，而且死亡率很高欸。
连我2月中的时候跟我在练柔术的健身房教练们说，因为这个病毒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们练柔术呢都是近身接触的，所以呢我要先暂停我的会员，暂时不来了。他们就笑我说，你这么害怕这个病毒，那你不就都不用出门了，也不能去排队了，因为排队不都是离得这么近吗？我就在心里想说，我是不会戴口罩，所以我就不管他们细苗卡重要啊，我还是停了我的会员。好，那在2月底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 CDC 还告诉大家，建议大家至少囤2个礼拜以上的粮食跟药品，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自从他们公布之后呢，也就是那个礼拜4开始，我们这边的 Costco 跟华人超市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开始抢水、抢粮、抢卫生纸、酒精、消毒水、药品之类的东西。本来那个周末我跟我妈是要去华人超市跟 Costco 买菜的，因为我家冰箱要空了嘛。结果就听朋友说全部都是人，我跟我妈就为了避免群聚感染，所以就决定不去了。我们选择在下个礼拜1的中午12点前呢，跟下午的1到3点中间分别去华人超市跟 Costco，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停班停课嘛，是上班时间，所以想说人应该会比较少。果不其然，我们早上去华人超市的时候人真的不多，不过东西变很少啦。我们出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快12点的时候人就开始多了。下午去 Costco 的时候人也不多啦，不过让我很惊讶的是 Costco 的食品跟生活用品的那块区域的东西，所剩的东西都不多，而且连上面存放货品的货架都是空的，害我走到那个下面超不自在的，因为超级亮的。平常那个上面都是放满的货嘛，所以比较没有那么亮，而那天整个上面都是空的，那个光整个无障碍的这样打下来，超级亮的。现在我们这边大家抢东西抢到某家警察局呢，做出了这样一张海报，它上面写说呢，不要放任何值钱的东西在车上。以前值钱的东西呢，不是包包啊、钱包啊，或者是电子产品之类的东西，现在居然变成这些东西了。好，那在我们这边宣布明天封城的那一天呢，我住在超市附近的朋友就跟我说，一整天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在抢东西。他进去走了一圈，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台湾呢是叫大家不要抢不要囤，而美国呢是叫大家去囤，搞得现在超市的一些民生用品啊、药品啊、消毒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而且还有很多不孝人士故意囤很多货再来高价售出发国难财，真的是很不道德。其实，在还没封城前，据我观察啊，我们这边在抢货的大部分不是亚洲人，就是印度人之类的。很多白人他们都不囤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武汉肺炎有多严重会流行起来。不过他们看华人都在囤食物跟民生用品，所以他们也去囤枪跟子弹。因为如果真的乱起来他们可以去抢，也可以自卫。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买一些枪跟子弹回来，以防万一一下？好啦，现在我们这边大概的状况就是这样啦。最后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你在台湾呢没事，就真的不要再出国了。现在世界上除了北韩之外，应该没有比台湾更安全的地方了。不要因为贪便宜出国去玩，回去之后祸害全台。那如果你不在台湾的话呢，可以的话呢，也尽量不要回去了。最近呢，美国很多地方都停班停课了，所以肯定有人想要惜家债券回台去避疫的。我在我的一些 Facebook 社团呢，就有看到有人在问说有没有人打算要回台的。大多数人都是说没有这个打算因为一来呢是觉得现在搭飞机危险，二来呢是不想要把病毒带回去给台湾的亲朋好友，也不想要增加台湾的负担。所以建议那些在考虑要回台的朋友们，再好好的想一下，现在能不动就尽量不要动了啦。你回去台湾有在路上被感染的风险，而且回去之后呢也要隔离至少14天以上，还不如就留在原地，把自己关在家里，感染的风险还比较低一点。那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呢，就乖乖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在隔离的期间呢，就不要在外面爬爬照了。好啦，台湾真的很幸福，防疫工作做得超级棒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次的疫情。我是 Lisa，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